你以為打 MTT 要好神，其實真係有時中幾個 flip 就夠你贏冠軍。呢一場係 GG Poker 25蚊雙倍籌碼大師賽，2000幾人參加，我贏咗第一，拎咗6000幾蚊美金。雖然唔算多，但係對我嚟講係一個轉捩點。我由呢一刻開始正式學 MTT。有人覺得 MTT 好深，但其實你反過嚟諗，好多時輸咗嗰場比賽唔係因為打錯，係輸咗2-3個好重要嘅 flip， 咁就出咗局。你可以想象成一隻 game，你淨係得2條命，你會唔會一開波用 AJ 去 call 4bet all in？ 你會唔會用200BB 去 pair 2？你會唔會寧願將呢一條命交俾 AA、KK、QQ？起碼輸咗都冇悔。MTT 當然可以好深啦，但係其實入場嘅門檻係可以好簡單。第一步就係明白生存先係王道。嚟緊我會慢慢分享更多我喺 MTT 成長嘅時候發現嘅細節。你有輸過邊啲 flip？